继续关心天气，北部今仔才拄啊好天出日，下暗阁要变天啊。因为东北风变强，北台湾明仔阁要开始落雨变冷。也目前伫咱台湾东南边外海空类风台，可能继续增强，变做中度风台。按算拜三到拜五会离咱上近。康瑞台风，那目前的话还是一个轻度台风，不过未来的话是有机会逐渐的增强，预计到了比较接近台湾的这段时间的话，是有机会增强到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的等级。预计在30、31号跟1号这3天的话，是相对离台湾比较近的时候。那未来的话，它的路径在后期的话，变数还是比较大一点。气象署表示，空类风台明仔开始就会转往西北行，渐渐挖来台湾。若是时到这太平洋高压搁再变强，就可能离台湾愈近，嘛可能搁再发布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。拜三甲拜五，这风台尾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地区，爱防大水洪地灾。